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顶礼拜是国庆节，感谢主，互咱搁一遍来到伊面前敬拜伊，去体验着国外主的快乐。这礼拜咱要举行圣礼典，咱若看咱的周报，咱就知影总共有17位兄弟姊妹要接受圣灵洗礼，有一位坚信礼，一个小儿洗礼，以及有10位对他教派转回接来到咱的教会做信仰个别，阁有10位对本宗转到咱的教会这个兄弟姊妹正是成做咱双连教会大家庭的一员，所以咱真感谢上帝，特别是咱中间有兄弟姊妹要个别因的信仰接受洗礼。这是因生命中间真重要的时刻。咱牧师要透过今仔日的这个经文，甲大家分享一个较要紧的题目，叫做享受美好的新生命。以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的话是活泼有快乐，会当精心调整阮的生命。阮只是要静静听候你对阮讲话，阮求主你帮助阮拍开阮心灵的目睭，互阮会当看出你话语的奥秘，也赏赐阮信心，照你的话去行，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也互阮领受祝福。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的人生是一个奇妙的代志。我少年的时阵，捌读过印度的诗人泰戈尔的诗，伊安尼写，伊讲我存在是永远的奇迹，这就是人生。我看了，我伫少年的时阵看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讲，这句话有够吸引我，引起我的心弦。够可能咱人的存在，咱人的一生，拢活踮伫充满兴奋、期待、喜乐中间。伊咧说明讲，咱若存在，咱若活踮伫世间，咱也会当呼吸，咱也会当振动，咱也会当思考，这就是一种奇迹。然后这个奇迹串联成做咱的人生。所以，如果照泰戈尔伊的讲法，咱应该看咱的存在，成做一种稳定。就是讲，咱今仔日也会当振动，咱也会当呼吸，咱也会当思考，这拢是上帝给咱的一种稳定。然后伫每一个时刻，咱拢会当去担着这个上帝所赏赐咱的新力奇迹。但是，当我家己去经历生命了后，我却发现讲生命确实是一个真深沉的功课，并不是每一个人生命拢充满了快乐、期待。咱若详细去观察咱四周围，咱会发现有真侪人的生命活了真艰苦，有人活了真无快乐，有人真侪精神咧折磨。点猜咱的生命不一定讲大部分拢是安尼，但是咱的生活中间确实也有真侪困难、忧愁围绕伫咱的身躯边。咱看到真侪人生命过到比较较痛苦，排除一寡运气的因素，其实就是真侪人位置靠唔到，也是讲找唔到人，做唔到代志。这错误的决定，互咱痛苦万分。有人找唔到头路，受到职业的困扰，因为伊靠唔到这个位置，伊无适合这个工作，佮为着生活无法度无去做，勉强去做就感觉真艰苦。有的人甲人的关系出了问题，无论是亲子，无论是婚姻，还是甲其他的朋友的关系出了问题。拢是因为找唔到人，两个人个性无合，阁袂当彼此包容，就造成人真大的折磨。
当然，也有一个人是因为错误的决定，因为无注意、无细腻，造成灾害。所以，人踮伫即个真济困扰的中间，有真济人为着家己的前途、婚姻、事业，毋知影懵懵渺渺，毋知影后一步要安怎行，所以就有诶别种信仰的，就去求神问卜。咱透过即款的现象，咱就知影讲，即世代人其实因期待家己会当脱离困境，活了更较美好。所以牧师期待利用今仔日的经文，甲大家做伙分享一个介重要的题目，叫做享受美好的新生命，帮助大家做伙找出一个原则，互咱的生命更较美好。牧师有整理3个原则，咱来记牢伫咱的心中，照这原则去做，我相信咱的生命会当哪来哪丰富。其实人爱活了好，有一个真重要的原则啊。其中我感觉上介重要的是，咱去亲近遐美好的代志。你若亲近美好、健康、正向的代志，你的人生就若美好、健康、正向。所以第一项，就是鼓励大家爱去做互家己健康的代志。咱知影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咱若身躯无有拄着病痛有各样，就感觉真艰苦。咱的身体健康，就是咱爱去注重咱的生活嘛，爱去食迄个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物件。当然，现代人拢真重视对这身体有利益的食物。咱爱身体好，就去食，食了适当，食了正确，这就对咱的身体有帮助。反倒有一寡人拢真正食一寡对身体健康有影响的食物，就产生负面的影响嘛。有一寡人因为身体缘故，明明袂当食伤油，袂当食伤甜，但是看到迄个食物吸引伊伊就控制袂调。其实我有时有安尼啦明明知影我毋通食伤油，看到迄控肉就控制袂调啦。控肉其实要叫你控制肉啦，叫你家己控制袂调啊。讲搁食一块袂要紧明仔载较来减肥食了佮讲袂要紧搁食一块啦所以通常安尼就影响到家己的身体所以这就是爱去注重当然咱的身躯健康美好，就是爱去做一寡对咱身体有帮助的代志，比如讲咱爱较侪运动，适当的工作，适当的休困如果有你拢真做一寡对家己身体有伤害的代志，比如讲有人暗时无爱困对熬夜还是讲应酬工作过度啦，咱身体机能就受到影响嘛。所以第一生命美好生命原则就是爱做家己，互家己健康的代志。第二项有那真重要因为咱若甲别人的关系无好，咱生活就袂快活所以就是爱去交互家己当正直喜乐的朋友咱生命爱过了美好，你来去接近一寡好的朋友古早人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圣经嘛提起着讲，义人因带伊的厝边，恶人会倒互人失败。意思讲，你若甲义人常常做伙，你就行伫迄义的道路；你若甲歹人做伙，你就行入歹路。所以即咱讲甲别人的接触，咱四周的环境对咱的影响，实在是真大。咱会发现讲有一寡人斗阵做伙了，因的思想的观念会一致，做的判断会一致，当然所出来表现出来的行为也相同因为人斗阵做伙，自然而然就被影响，因为人拢是互相影响的。当然影响有正面，有负面的影响。咱当然期待咱得到正面的影响，互咱的生命会当更较成熟、更较美好。所以咱的生命要过了更较好，你来去接近遐个会当带互你正面影响的人，
你活了更较好，就去接近一寡好人、正直的人。当然，牧师慢慢鼓励讲，咱爱真做即款的人，互人接近你，会当得到喜乐，会当得到行伫迄个正路顶面。所以这是第二项，因为咱知影人甲人是互相影响的。第三项是上界重要的，就是信靠互家己得救的上帝。咱的生命要活了更加美好，要享受真实丰盛的生命，除了注意家己的健康，做对健康有利益的代志以外，除了找到好的人，结交好的朋友以外，还有一件上界重要，就是咱爱去找到咱的生命的主。明白这个各真各活的上帝，会为了咱的生命带来丰盛和美好。咱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诗篇36篇的第50到第10节，这四个人伊咧描述讲，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美好的上帝。咱来整理起来伊至少会带予咱三项帮赞。第一项，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疼痛、保护甲供应的上帝。咱看见着，咱所信仰的上帝，毋是干那有关联、有能力的上帝，毋是干那会当帮助咱的上帝。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充满疼，是疼咱的天父，伊愿意帮助咱。咱知影要活出美好生命，并无真简单。咱检查更较注意家己的健康，也是会破病；检查更较注意家己的言行，也是会犯错。咱检查交着真好的朋友，但是也有一寡代志，伊无法度完全帮助咱。但是感谢主，咱有上帝通好倚靠，伊主动愿意亲近咱，帮助咱。虽然拄则所读的经文讲，上帝啊，你不变的疼有遐尼啊宝贵。上帝互咱的疼是无改变的，这世间的疼是会改变的，但是上帝互咱的疼是无改变的。咱拢会当伫伊十个下面找到保护。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上帝就亲像一个家母同款，咱亲像这只家仔囝，伊咧保护咱，互咱能得到真实的保护。或者是这四个人伊的信仰个别，这嘛是咱每一个人会当做的见证。上帝是带来疼痛、保护、供应的上帝。第二项，咱看起着，咱知影，咱的信仰的上帝，毋是干那解决困难的上帝，也是互咱的生命更加丰富的上帝。咱会拄着一寡人，因认为因无啥物困难，所以无需要上帝。我过去咧牧会的时阵，我有一个兄弟甲我讲，互伊真艰苦。伊起来伊的顶司，伊的主管传福音，伊感觉福音足好诶，要来传。这主管来讲，我过了比你还好，我着搁啥物福音，我着搁啥物上帝。害即个兄弟真艰苦。其实我嘛足遗憾嘛，我感觉讲我替这兄弟感觉艰苦，伊受到传福音受到挫折，但是为着迄个主管，我更加感觉艰苦，因为这主管错失了互伊生命更加美好的机会。咱所拄着的上帝，毋是干那咧解决咱生命的问题的上帝，伊才是赐了福气的上帝，互咱生命更加丰富的上帝。咱有困难来找上帝，咱会当得到福气；无困难来亲近上帝，是更加大的福气。所以咱拄则所读的经文讲，因伫你的家中享受丰盛的宴席，你互伊啉你所带来喜乐的水泉，你就是生命的泉源。咱生命总是会行到迄个高大大蛇的一个地步，这时阵咱也会当甲即个供应丰盛水泉的上帝结连，咱生命就源源不断得到迄个生命的快乐。生命的泉源，我靠上帝，咱会当得到丰盛不断的供应。我相信是咱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拢会当做见证。第三项，这些人继续讲，伊讲，伫你的光照中间，愿得到看见光明。
这互咱知上帝是一个带来引带的上帝。当咱伫黑暗的所在，伊才做咱黑暗中间的光。当咱发现头前，改成找无路的时阵，看袂清的时阵，上帝才做咱路上的光灯，互咱能真清楚去看出咱来往倒一个方向去行，才能得到安全，得到保守。所以，上帝是带来正确引带的上帝。所以，做世人其实通过这段经文咧，做伊的信仰告别。伊甲咱讲，信靠上帝是一件大的福气，因为上帝当提供疼痛、保护、佮供应，而且为了生命的泉源，不断提供互咱，也当伫咱人生找无道路的时阵，互咱正确的引带。所以这是咱信靠上帝人一个真大的恩典，也是咱去掌握生命得到丰盛、享受美好新生命的一个关键。所以牧师甲大家分享这三个原则，上较重要是第三项，咱爱去认捌而且信靠，这会当互咱得救的上帝。然后你就知影安怎甲别人结交，会当找到正直的朋友。你也知影你应该安怎做判断，来做互家己健康的代志。当然，咱今仔日讲道毋是讲到这就结束啦，吼。无咱顶礼拜过搁偌济就加过对无？咱拢摕搁偌济的两顿去对无？吼，咱就加体啊。因为咱还知影，伫讲完今生的美好了后，牧师的讲道也未结束。因为咱今生行到最后，一定会面临一个真严肃的课题，迄就是死亡。自古以来，死亡是咱人类上界公平的造物，任何人拢无法度避免。无论你有钱无钱，无论你有学问无学问，无论你什么款的社会地位，无论你什么款的年纪，咱拢必须要面临这个课题。死亡既然是一个事实，但是人对死亡的情景无法度真正了解，所以大家拢唔知，所以大家就做伙来摇。所以对古早到今仔日，有真侪人提出真侪无共款的意见。古希腊的这个哲学家伊比鸠鲁讲，伊对死亡的定义是安尼定义啊。伊讲，当咱存在的时阵，死亡无存在。当死亡存在的时阵，咱无存在。这听起来敢是废话啊！不过，伊咧表达一件代志，就讲死亡是一切的结束。咱人死亡了，就一切拢结束啊，拢无其他的可能性。儒家讲未知生，焉知死，也毋知影出事的代志，所以咱莫讨论死后的代志。因为伊唔知嘛，只是讲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意思是讲，那死了有价值，安尼精神就永远久长伫地。啊，不加咧讲死亡是轮回中间的一个过程。讲了拢讲亲像真有道理，但是就是无人死了，搁倒来证明起来。但是咱的信仰无共款，耶稣是对世人中个我。也个我，互咱真侪有愿望的人。咱伫顶礼拜，咱有伫受难周的中间去思考耶稣基督的受苦，对无？咱有参加迄个拜祀的最后晚餐的迄个一个聚会的时阵，咱有请人来扮演耶稣，有请人来扮演鞭拍耶稣的、捆着耶稣的人，对无？然后参加的人拢知影讲耶稣受苦是足艰苦的，对无？我听讲有死班的人伫后壁讲，莫阁拍，吼，叫迄演员毋通遐尼凶，吼。咱知耶稣受苦真艰苦，我嘛看耶稣行过的时阵，吼，有姊妹伸手起来扶耶稣，我干想要减轻耶稣的苦痛。咱知耶稣有受苦，又受死，但是如果让耶稣若受苦受死，就一切结束。安尼，咱就诚做无愿望的人。但是感谢主啊，耶稣对世人中个我，
伊对咱证明已经超越过死亡的限制。死亡毋是一个结束，是另外一个开始。所以，咱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咱会当得到一个真大的应允甲福气，就是咱享受永远活的快乐。咱拄则所读的第二段经文讲，恁甲基督结连得到丰盛的生命，甲耶稣基督结连，咱得到丰盛的生命。伊是头，伊是元首，超越过一切灵界执政者甲掌权者。意思，耶稣已经超过这世间一切的势力，包含死亡的恶势力。就说保罗讲，恁受洗礼时，也借着信迄个互伊国外上帝的作为，甲伊做伙国外。也就是讲，借着信仰个别的洗礼，咱会当对罪恶中间得到讨棒，会当享有对死人中国外的快乐。也就是讲，信耶稣基督有一个真大的好处，咱毋单单享受今生的快乐、今生的生命，咱也会当得到来生永远活的愿望。丘吉尔是20世纪世界真出名的英国政治家甲文学家，伊捌2遍担任英国的首相。在英国受到德国攻击的期间，伊带领英国百姓度过第2遍世界大战的危机。伊当时也是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所以伊是充满才气的人。在伊离开世间的时阵，进前伊就安排好伊家己的告别式。伊选择圣保罗大教堂做追思礼拜的所在。追思礼拜过程中间，一切拢照伊安排，这程序咧进行。最后，当牧师徛起来祝祷了后，教堂的角落有一个喇叭手起来分熄灯号，就是人咧做兵的时阵要困进前分号角了后，就大家拢倒平咧困，表示伊已经进入历史，一切拢熄灯。拢结束啊！所以当大家起来要散会的时阵，突然间对教堂的另外一个角落，佮分一个起床号的号角声。在场的人拢知影，丘吉尔真正是真幽默的一个人。伊用家己的追思礼拜，来对世间人宣告一个消息，就是人类的结局，毋是熄灯号，是起床号。因为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知影，主耶稣已经过我，而且要搁再来，所有信耶的人拢要过我，这是一个充满愿望的宣告，超越过死亡，赢过坟墓。咱今日有10几位兄弟姊妹要接受这款的恩典，这实在是互人感觉快乐的一件事。但是牧师也要提醒大家，这个一件真重要的代志。有一句广告词有安尼讲：好的物件爱甲好的朋友分享。咱既然知影这个会当带予人今生美好、来生有愿望的信仰，咱就应该也甲遐个也毋知的人做伙分享。咱应该赶紧将这款的信息传出去。亲爱兄弟姊妹，毋通大家到因为今日这群兄弟姊妹的得救来欢喜快乐。我做一个牧师，做牧者上解快乐的代志，就是看见原本在无认识上帝的人，因为认识上帝来得到救恩；看见原本在就认识上帝的人，因为更较深的认识上帝，生命成长改变。看见每一个人的人生变成最美好，是咧享受人生，毋是咧忍受人生，拢会当享受伫美好的生命中间。这是上帝呼召一个牧者的目的，也是上帝爱我完成的代志。咱应该爱更加较努力的，将这个互咱生命美好的原则传扬出去。
互更较侪人会当得到。咱中间有真侪兄弟姊妹，因经历过信仰的真侪的征战，最后决定伫这个重要时刻要接受耶稣。我看见着来到，甚至有来教会1、20当的这兄弟姊妹，是经历过真侪人生的过程中间去思考。伫今仔这个时刻，要决定要接受这个福音，让得救，得到丰盛生命以及永远活命的上帝，这是何等快乐的事啊！我也要邀请大家做伙来到牧师做伙享受这个快乐的时刻。咱做伙来为这兄弟姊妹祈祷。我相信，伫咱地面上，咱欢喜快乐；伫天顶、天使。也为着这兄弟姊妹的鼓掌快乐，愿上帝亲自赐福给咱的教会，给咱的教会真真正正是一个让人得救的教会。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将阮本身仰望伫你的手中，阮将阮的生命交代伫你的手中，因为阮知你是生命的主，会当带予阮丰盛佮美好的生命。阮也恳求主，你予阮把今生的时刻，会当信靠耶稣，来得到主你所想事永远活命的福气。恳求主帮助阮，也予阮成做一个报用这个好消息的人。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